这是长新的叶子吧？这才是开花啊！这才是开花啊！这才是开花，然后有结果，一粒一粒的小小粒的，有多种颜色哦。成熟以后有多种颜色啊！你看那个路边被火烧过了，不晓得是谁放火烧的。你看那个藤那么粗啊，哦，就像藤条那么粗啊。然后经过几个礼拜下雨以后，你看，要长出新叶子来了。那个应该是长新叶子，不是开花。那个是长新叶子的，不是开花。长新叶子的，不是开花。这个真的是开花呢，这个是开花哦，这个应该是开花呢，可能是长新叶子，然后顺便开花，长新叶子，然后顺便开花嘛。你看这个历史多久了？多少年的啊？这么大棵呢，看那个藤那么粗呢，知道历史悠久了，年代很10-20年有没有？户外也不能随便采摘，有人怕烧那个垃圾烧到塑胶了，有待要心知肚了。不然那个山葡萄、汉式葡萄要用植物呢，要用植物啊，根还是茎啊？就是那个藤啊，你看那么粗的藤，那是药材。哦，你看，这个是台糖的土地，有家南看以前那个再送甘蔗到新岭糖厂，所以这边哦，那个有那个铁轨，以前那个载甘蔗的车会停在这边，然后有牛车载那个甘蔗加南平原那很多台糖的土地有很多甘蔗再来这边集中，然后又放上那个火车，然后往西边，再往南边到新岭糖厂。像民国80年代末期还是90年代初期，新岭糖厂就停产了，然后后来那个铁轨都没有再用了，也没有完全挖掉，有的埋在地下。那新岭糖厂那个有小火车又开了，好像重新开，叫胜利号小火车，蓝色外貌1节车厢的哦，好像用柴油还是用汽油的。那个是假日才有开，又开到柳营仁和村。以前台湾民谣大师吴敬怀的家乡那有音乐博物馆哦，假日才往柳河那个边开哦。另外还有5分车，开放的车厢比较多节的车厢，开到那个八翁村，就是旧地名叫八老爷啦、八老爷。到那洛里的洛啦，洛农区哦，要看乳牛啊，观赏乳牛。